至於 Luka， 我講真，佢而家真係打到嚟嘅。喺過去11場比賽，場均接近40分，呢個係喺職業生涯11場入邊最高嘅紀錄，亦都係自從2007年 Kobe 之後湖人球員入邊最高。雖然今晚佢被列為出戰成疑，但佢而家做緊嘅嘢真係值得我哋再深入嘅嘢，特別係 Jeremy 喺單打方面啦，你見到啲咩？多謝你 Malika。對我嚟講，作為一個球員，每次我要防守一個人嘅時候，會攞片，因為個個球員都有自己嘅習慣，佢哋有自己嘅模式，每個人都有個故事嘅。Luka 嘅故事係咩？佢有咩習慣？佢最中意單打時左手控波，最愛嘅動作就係左手過右手穿過腳。而家喺呢度，我哋就可以睇到個第一個選擇。咁我哋可以見到喺左手過右手穿過腳呢個習慣，會俾佢兩個選擇。佢可以向左後切步，或者繼續向右突破啦。呢度有兩個好好嘅例子。呢度嚟開始進攻，個波嚟嘅左手穿過腳，太多空間喺招牌後切步 ，Bam 唔可以俾咁多空間嘅，佢就好輕鬆射入3分。而家我哋睇下一段片，佢又係左手過右手穿過腳，但係今次防守球員貼得好實，所以佢直接突破去到自己想要嘅位置，輕鬆拋投得分。Luka 係 NBA 入邊手感最柔嘅球員，對佢嚟講真係太容易。其實每個出色嘅進攻球員都會諗住防守球員對腳啦，呢個係最重要嘅。咁所以你有3個選擇。如果我左手揸住波，你可以將個右腳抬得好高。咁作為一名防守隊員，你最唔想做嘅係咩？我唔想扭胯，我唔想掉步。呢個係最難從後切步中恢復過嚟嘅。咁所以如果球喺盧卡嘅左手，佢最容易做嘅咧就係向左突破，迫使對手咧做出下沉步啦。所以你永遠都唔會見到防守球員喺盧卡左手控球時右腳抬高。第二個選擇其實都唔算係選擇，雙腳平排。喺籃球入邊呢個絕對唔得，因為你兩邊都死路一條，兩邊都要掉步，所以你基本上唔會見到咁樣。當盧卡左手控球嘅時候，防守球員會用左腳抬高，就係因為佢盧卡先會做咗道右穿胯，目的就係要逼你掉步。而家當佢做第一個動作，如果佢見到有咁多空間，就係盧卡魔術招牌後切3分。但係如果你貼身防守咧，佢就會穿胯，佢會突破，逼你掉步，直達佢想去嘅位置。佢可以做拋投或者急停跳投，呢啲都係佢最想做嘅事，但係唔係每次都咁容易。有時佢會俾人截停，所以咧就會進入咗第二個判斷啦。好似而家咁，如果佢一開始就俾人截停，佢就會轉身做後切3分，佢好中意咁做。但係如果係後期先俾人截停，佢就會做拋投或者中距離。以下係2個好好嘅例子。所以第一個海文哈特咧打斷咗佢。比賽初期咧，佢會嘗試後切步3分球，空間太大啦。而呢個正係佢想要嘅。如果可以嘅話，佢一場比賽會投進10個咁嘅扣。而家佢開嘅第2架車後邊被切入啦，佢可以輕鬆咁進行旋轉動作，因為佢企喺呢個油漆區中央，然後就直接跳投加罰球啦。所以咧呢個都係一樣嘅情況。佢開始時個波，佢嘅左手左至右穿過雙腳，你早啲封住我，我就會轉身後切，試下投3分。如果我繼續，情況都一樣，而我揾到嘅空間呢個時候你又封住我，之後咧佢可以直接做呢個動作，去到呢個位咧，其實佢唔需要太多空間，因為佢已經企好位，佢夠高夠壯，咩類型嘅投籃都識。不過咧，其實有一個方法可以阻止 Luka， 就係包夾，派多個人去夾嘅。咁我哋可以睇下呢個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，對住休士頓火箭 Jabari Smith 走緊嘅，佢又係左至右運球，佢俾人截停咗，所以佢就後切一步試下投3分。但係當佢哋做嘅時候 ，Jabari Smith 已經企咗喺度，佢發現自己啲位出手，咁繼續突破，再咁多下後切，呢個時候包夾㗎啦，佢傳波出去，對方防守完全亂晒籠。Marcus Smart 咧有一個超級大空位嘅3分機會啊，呢個就係點解湖人打得咁好嘅原因，呢個正係盧卡喺聯盟中大放異彩嘅原因。講到錢多嘅人，佢嘅錢最多，佢係百年一遇嘅得分手啦。講咗佢左手嘅球，仲未提右腿嘅，亦都冇講3重威脅同背身單打。係㗎，佢能得分且全能，因此佢喺11場比賽當得分達40分。咁亦都係點解？我嘅意思就係冇邊個球員會比佢更需要雙人包夾。盧卡東契奇喺擺脫困境上冇人能及傑利米。唔該晒，好有見地。蒂姆，你可以揭住啦。我一次都冇俾得分。今日朝早我哋睇一啲新聞，我哋可以改變現狀，唔好試探我啊。Jeremy 啱啱幫我哋解讀咗 Luka 嘅比賽。
點樣破解防守已經好清楚，但你睇得越深入，你就會發現呢個唔止係 Luka 打得火熱咁簡單，唔係，呢個係一件更大嘅事。呢個係一位超級巨星，唔單止係撳分，仲開始主宰比賽節奏，主宰場上嘅邏輯，連對手嗰種無力感都係主要因素。比賽前一日，湖贏咗 Luma 嗰場 Luka 佢嘅43分，而且呢個唔係咩突然突破，呢個只係佢喺比賽入邊精彩表現嘅一部分。而喺6場比賽嘅表現，已經令佢同 Michael Jordan 企咗同一個層次。淨係呢點已經足夠解釋成件事有幾誇張，因為一場波咗40分其實好難。即使佢可以跟得上場，都已經係一個好高水平嘅球員。但如果呢啲比賽全部都冇現場，觀眾席大家都望住你嘅地方發生，其實心理狀態唔係咁好。即係話一個球員慢慢將氣氛、節奏，甚至對手心理預期都帶入自己嘅世界入邊。而最近 Luka 最恐怖嘅地方，唔係佢哋數據本身，而係越嚟越多真係識波嘅人開始用幾乎一模一樣嘅方式去形容佢。LeBron 就直接叫佢做 Luka Magic， 而且講得好清楚，如果湖人真係要打到最好， Luka 就一定要繼續做翻自己，繼續成為呢隊波嘅核心。呢啲唔係咩客套說話，呢個係一個曾經同佢做過對手，而家又做埋隊友，而且最明白咩叫做球隊引擎嘅人親口講出嚟嘅認可。但如果你真係想知 Luka 有幾恐怖， Jalen Brunson 講嘅說話真係講中重點。Brunson 係聯盟入邊節奏控制最好嘅球員之一，佢可以用自己嘅節奏令成場波慢落嚟。連佢都話，第一次見 Luka 打波嗰陣，覺得好似嚟緊慢動作咁。佢比人哋慢，但都可以做到自己想做嘅嘢。呢種形容其實好有分量，因為佢講到籃球入邊最難學、最難教佢嘅節奏，唔係每個嚟到30-40分嘅球員都真係控制到場波。有啲人只係嗰日手感特別好啫，但 Luka 就唔係。Luka 就係嗰種會令對手覺得明明自己喺場上，但會俾佢拖入一個唔屬於自己嘅節奏入邊嘅球員。你本身唔想跟住佢嘅節奏走，但最後都只可以跟住佢嘅節奏。呢個就係最恐怖嘅地方。Kevin Durant 都講過呢樣嘢，仲講得更深入。KD 講得好直接，好似 Luka 咁，成場波個波都冇咗手上，但係佢每一波進攻都可以創造到高質素嘅機會。呢樣嘢好罕有。甚至可以話係非常罕有，而 KD 仲指出一個更關鍵嘅地方 ，Luka 而家進攻武器包已經唔同以前淨係得後切步、3分同突破終結咁簡單，而家佢仲識打背身，仲有後仰跳投、中距離，仲有好多用身體、節奏、停頓同角度去甩開對手嘅方法。換句話講 ，Luka 已經唔再係一個簡單難防守嘅後衛，佢而家真係變緊做一個全面嘅進攻球員。當一個球員可以控制節奏，將佢進攻範圍擴展到佢全面嘅程度，基本上防守端好難揾到一個乾淨順利嘅解決方法。你可以試下用普通人去防佢，可以換人，可以包夾，可以預先準備，但最後你會發現佢都仲係可以睇到自己想要嘅嘢。KD 講嘅唔係話 Luka 有幾勁，KD 講嘅係當你真係企喺籃下面對住 Luka，你會覺得自己隻手好似永遠擺唔啱位嘅。跟住仲有一樣嘢。我覺得係最容易俾人哋少，但其實係最致命嘅部分，就係佢嘅傳球。好多人一提起 Luka， 第一反應就係攞起嚟點樣單打，攞起嚟嘅後切步，諗起咗頂級球員。但係聯盟入邊嘅真正高手，越嚟越多人會提佢哋嘅組織能力。Tyrese Haliburton 提過有一球，話 Luka 嘅底線俾人夾住嗰陣，佢跳起嚟傳咗一個幾乎唔合理嘅波，個波嘅軌跡同角度誇張到嘅人，只可以企喺度忍唔住講句唔得啦，呢球真係太碌。呢個反應好有趣，因為唔係普通人嘅精華嗰種感覺，呢個係聯盟頂級球員之一，聯盟頂級球員之一。你話呢？佢嚟到人哋咁樣傳波都要認輸，話呢球真係高水平。跟住 Haliburton 講得更加清楚，佢話 Luka 個比賽智商真係誇張到不得了。呢啲唔淨止係靚傳波咁簡單，呢個係對空間、角度、防守、時間差嘅閱讀能力，已經去到一個好罕有嘅層次。所以如果你將呢啲聲音全部加埋一齊，你會發現 Luka 根本唔係普通嘅被讚賞，簡直就好似一個 NBA 頂級球員嘅集體認證。LeBron 認證咗佢哋嘅影響力， Bronson 認證咗時控節奏嘅能力，KD 認證佢哋嘅得分、進化同全面性。
Haliburton 確認佢哋國際賽事同競技智商再望高嘅 Allen Iverson，甚至喺夢想嘅先鋒隊入邊直接佢哋 Luka。佢仲用咗一個好重嘅詞去形容佢，佢基本上就係天生嘅殺手。呢句說話好重要，因為 Iverson 最清楚最高層次比賽需要啲咩，再加埋 Kevin Garnett 講過一句你逼唔到咁快，呢個又係另一個意思，因為呢個意思就係 Luka 最恐怖嘅地方，唔單止係技術，唔單止係數據，仲有佢哋成熟、決心同埋競爭心，好似一個老將咁。KG 甚至表示，盧卡已經理解咗呢種聯盟，呢種評價非常重要，因為佢談論嘅唔係外表嘅美，而係整個 NBA 生態系統、比賽嘅節奏、對抗嘅方式、手部動作嘅邏輯，所有呢啲都被觸及咗。所以我覺得盧卡今次可以達到同邁克爾喬丹一樣嘅水平。真正重要嘅地方，佢是否成為喬丹並唔重要，我唔係嗰個意思。重點係呢樣嘢話俾你知，佢最近呢波表現唔淨止係好準、好勁咁簡單，佢已經去到歷史級嘅層次。當你將呢個歷史級層次嘅6大數據同埋 LeBron、Bronson、KD、Haliburton、Iverson、KG 嘅講法擺埋一齊，成個畫面就會好清晰。Luka 而家唔係淨係做緊高產量咁簡單，佢而家係逼成個聯盟重新認同㗎。而家到底去到咩層次？對湖人嚟講，其實呢個信號比贏歐馬一場波仲重要，因為佢說明咗一樣嘢：呢隊波而家唔再淨係靠 LeBron 喺光環經驗或者過去冠軍嘅回憶去撐住，佢哋手上真係有一個可以頂起場波、頂起成個系列賽，甚至頂起成個季後賽路線嘅頭號引擎。Luka 可以喺作客轟入43分，可以將比賽節奏切成自己想要咁樣。佢都可以喺對手想反擊嘅時候，將局勢拉翻嚟，呢樣先至係最恐怖嘅地方。因為當 Luka feel 到自己好火熱，大家都知佢好危險。但係當 Luka 打得好冷靜，攞落一啲都唔急，但係都可以接管場波，呢個版本先至真係令成個西岸都唔安樂。所以如果你而家問我呢6場波最勁嘅地方係咩，我唔會淨係答你43分，我唔會淨係答你嘅後撤步3分。佢都唔會淨係答你同 Michael Jordan 齊名。人們之所以認為胡迪尼實力非常強大，正係因為呢種感。盧卡翻嚟啦，而且佢唔需要以超級專家嘅身份去向別人證明自己，佢帶住對籃球最了解嘅嗰群人嘅認可，凱旋而歸。當一名球員唔單止創造咗歷史性嘅數據，而且仲獲得咗眾多籃球界人士嘅認可時，呢通常意味住真正應該開始擔心嘅人該幾好。呢個不僅僅係一場常規賽，而係整個季後賽，因為呢一種狀態唔係淨係可以贏一晚咁簡單，呢種狀態好大機會會將成個系列賽拖入自己嘅節奏入面。